大家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仔日是新历3月初8妇女节，即马大家拢就注重女权，女性嘛拢家己决定家己的婚姻。今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就是婚，嫁出来代志，咱讲婚，像咱讲结婚典礼，也就是婚礼。啊，若是结婚办桌请人客，咱讲婚宴。查甫查某结婚，咱讲婚姻；结姻缘，咱讲就是婚配。啊，若是结婚了后，感觉个性袂合要分开，咱讲离婚。啊，若古早讲离缘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婚约，也就是双方为着结婚拼好决定的约束。第二个词读做指腹为婚，是讲两对翁仔某，某有新的时先约束好势的婚约。若是拄啊好生一个查甫，另外一个生查某，大汉要互因结做夫妻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古早时行指腹为婚，啊，若是现代世界流行自由恋爱，已经真罕咧听讲是大体囡仔约定好婚约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婚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